来看这日本的三丽鸥公司，因所创造出来漫画人物 Hello Kitty， 在1月初1就满50岁啊！日本的东京国家博物馆特别办一个展览，对人物诞生的背景到周边商品等等，来看这半世纪累积偌济物件。遐面顶绑一个水水的甲，大内面就有一对目睭甲鼻仔煞无喙的动画人物凯蒂猫 Hello Kitty， 搭咧为家己的特点剪彩。这个由有名设计生产动画商品的日本三丽鸥公司，在1974年创造出来的动画人物，在1月初1就满50岁。日本东京国家博物馆嘛，为同一天开始举办凯蒂猫特展，用我变啊凯蒂猫变啊做标语，介绍角色诞生的故事，甲过去50年的变化。猫のキャラ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けど、口のないのはいいかなって。無表情だけども何かを語りかけてくれるっていうような気がして、でそれがやっぱり私にとっては最大の魅力だと思います。特别满50岁的凯蒂猫被迫民众行过半世纪的心痛日子，在公司创作角色理念是甲大家做好朋友之下，嘛应对时代甲地方的特色，有真侪真精彩的造型。甚至在三丽鸥公司的推动之下，制作家庭民生用品、美妆品等等融入民众的生活。凯蒂猫的忠实支持者。关西国际大学教授清水美智子更加是为发行的头一个相关商品开始公益收集，到暂时已经有超过1000件凯蒂猫的相关商品。So Hello Kitty in the last 50 years, she kept evolving and she's always very curious, positive, and she loves to challenge something new. She DJs, she sings and dances, and I expect Hello Kitty will keep on doing that, always trying new things and making more friends. 清水美智子教授认为，凯蒂猫会当成做全球通人知，而且嘛介意的动画人物，因为人物造型设计真简单，互凯蒂猫会当随时变做任何角色，单单融入无同的国家甲无同的世代，亲像上好的朋友会一直陪伴伫个身边。恭喜新闻台是同朋友。